自2022年10月初4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这就是疼。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，咱对第7节做伙来听读到21节。亲爱的朋友，咱着相疼，因为疼对上帝来。有疼的人是上帝的囝儿，嘛捌上帝；无疼的人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疼。上帝差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，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。对即个上帝的疼显明伫咱中间，毋是咱疼上帝，是伊有疼咱。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，这就是疼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若遐尼疼咱，咱嘛着相疼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咱若相疼，上帝就踮伫咱内面，伊的疼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。上帝已经有将伊的圣神赏赐互咱。对即个，咱知咱踮伫上帝内面，伊嘛伫咱内面。爸找伊的囝来做世间的救主，阮有看到，现在做见证。宣认耶稣是上帝的囝的人，上帝踮伫伊内面，伊嘛伫上帝内面。所以，咱知搁信上帝有疼咱。上帝是疼，有伫实行疼的人，踮伫上帝内面，上帝嘛踮伫伊内面。对安尼，疼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，互咱伫审判的日通勇敢，毋免惊，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。有疼就无惊吓，完全的疼赶出惊吓。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，有惊吓的人疼还无完全实现出来。咱着相疼，因为上帝有大声疼咱。若有人讲我疼上帝，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伊是白贼。因为无疼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，哪会疼无看到的上帝？疼上帝，嘛着疼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这是咱对基督领袖的诫命。以上，这就是疼。歌手张惠妹的得奖专辑《阿密特》有一首歌叫做《相爱后动物感伤》，歌词有一段写讲：相爱啊！动物减无拢安尼，一旦欲求未满足，先爱啦，了后感伤，了后才算。讲出当今人无带承诺，放纵情绪了后的空虚甲忧伤。歌词表明即种行为是一种爱，毋过迄敢真正是爱？当今世界和流行文化不断教人逐种逐款的爱，拢是为着满足个人的欲望。今仔日的经文却提醒咱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疼？约翰一书的作者真肯定讲，疼是对上帝来，因为上帝是疼。这种疼，并毋是咱常常讲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也是激情的疼，是上帝甘愿牺牲家己的囝来拯救人类生命的疼。这种疼是赏赐性命、关怀性命的疼，是彼此相疼、互相扶持的疼。因为上帝将性命赐予咱，互咱经验到这种疼。咱因为安尼会当甲人分享这种牺牲的疼，互别人也经验到咱对上帝所领受的疼。约翰认为，这款的疼是脱离死亡的，
因为有疼就无惊吓，完全的疼赶出惊吓。一旦脱离惊吓，基督徒的性命就变得搁较容易去疼人。所以，一个真正体验过上帝疼的基督徒，无可能无疼其他兄弟也是姊妹。真正的疼，就安尼通实现。现今的社会，因为对疼的定义错误，产生各种人际的问题，亲像情绪控制、溺死、恐怖情人、直升机、爸母等等。这往往是出自强烈的控制欲望，甲惊吓失去的恐惧。人将这种占有欲甲控制欲包装做爱，口口声声讲我拢是为你好，爱我就爱互我，你甲离开我就互你好看。总是这个拢毋是疼，真正的疼袂带互人惊吓。真正的疼会带互人自由。出名的作家曾阳晴，伊伫读中学的时阵就文采飞扬，后来论文专研古典情色文学，搁伫媒体写专栏。因为文笔优雅、伦理精彩，受称作情色王子。总是看起来外表意气风发。内心却茫然空虚，因为伊原生家庭不堪的往事，互伊拄呾结婚的前7年的婚姻生活，和家后差不多无交集。后来家后生信主，常常为伊祈祷，伊也拄着会陪家后去教会。有一日，伊常常听到有声对伊讲：“你爱圣洁。”圣神邀请伊反省家己的性命，所以认罪悔改，厘清真实甲真爱，烧掉过去的成就，恢复甲家后的关系。基督的疼伫十字架顶体现，伊并无恐吓咱，是赦免咱；伊无勒索咱，是互咱通自由回应伊的疼。愿咱领受上帝真爱，搁会当伫基督的内面彼此相疼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伫错误的所在超找真爱？我是毋是有真实经验上帝的疼？我是毋是伫错误的所在超找真爱？我是毋是真实体验上帝的疼？咱来祈祷，恳求满有慈悲的上帝怜悯我，用你的慈爱吸引我，互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疼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有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